2月19日，我沒什麼不同。剛開始時 ，AA 花了整整4年，才僅僅使一個婦女恢復永久清醒。那些婦女像貴婦人一樣說，她們自己與眾不同。流浪漢說他們與眾不同，藝術家和另一些行業的人員也說他們與眾不同。窮人、富人、信教的、不信教的、印第安人和愛斯基摩人、老兵、囚犯。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在談論並承認自己已經徹底地崩潰時，我們這些酒徒是多麼的相似。比爾的視覺第24頁英文版。在 AA 中，我不能認為自己與眾不同，因為如果我那樣想，就等於將自己與他人、與更大的力量隔離。如果在 AA 中我感到孤立，他人對此也沒有責任的，那是我認為自己與眾不同所帶來的後果。今天，我僅僅是世界 AA 協會中其中一名的試酒者。